喂，歡迎各位收睇難解難分啊！今日想分享嘅相似日文係また、まだ。嗱，咁呢兩隻字其實就只係個外形似嘅啫，你爭兩點啫嘛。但係個意思同個發音咧係完全唔相似嘅，個高低音係完全唔同嘅。咁首先我哋睇下呢個また、また，咁佢係表示重複發生或者做翻同樣嘅事、同樣嘅行為，之前做過噶啦。之前發生過噶啦，再嚟多一鑊咁解啫。咁所以個翻譯可以譯做再咯，又或者又咯。咁例如啦，來週末に遊園地にまた行きたいです。下個禮拜咧，我想再去多一夜遊樂場啊。咁即係話你本身去遊樂場係發生過一次嘅咧，數次咧，只不過我想再執行多一次啫，我想再去多一次。又或者卡卡先生はまた遅刻した。卡卡西老師又遲到啦。咁即係話呢條友唔係第一次嘞噃，遲到過40次噶啦。不過今次又遲到啫，佢再嚟多一夜啫。所以また應該比較簡單。咁跟住到まだ啦。まだ有兩個情況用得嘅，主要就係講緊某樣嘢到而家都仲未發生，仲未處理，仲未做噶。又或者嗰樣嘢已經發生咗噶啦，而家都依然係維持緊發生緊。咁個結論好簡單啫，就係未發生嘅依然未咯，已經發生嘅依然發生緊咯。所以你可以翻譯做依然仍然啊，還啊咁啦。例如啦，私はまだファンタスティック4見ていない。我仲未睇嗰套新嘅神奇四俠添。咁即係話佢上映嗰一日我冇睇，嚟到1個禮拜之後咧都未睇啊，到而家就嚟下架啦，睇咗未啊？都仲未啦，所以維持住未睇嘅狀態。咁又或者啦，マリオさん、ピーチ姫に告白したね。どうだった？まだ友達でいたいってよ。畜生。何百回も救ってやったのに。馬里奧先生啊，咦，你同阿碧姬公主表白咗喎？喂，結果點啊？佢佢話佢依然係想同我保持朋友嘅關係喎。佢老嘟枉我救咗佢幾百次啊。咁即係話阿馬先生同阿碧小姐從來都係朋友嘅關係。咁就算救咗幾百鑊，相處咗幾十年，到而家都依然係朋友嘅關係。碧姬公主你好嘢啊！好，咁我哋最後整理下啦噃。また即係表示重複發生啦，做翻之前同樣嘅嘢，同樣嘅行為之前做過噶啦，發生過噶啦，完咗噶啦。今次又再做多次，又再發生多次。まだ就係表示嗰樣嘢到而家都未發生啊，未做噶。又或者發生咗嘅嘢到而家都依然係維持係咁樣，而家都係咁樣。咁未發生嘅依然未發生啦，已經發生咗嘅依然發生緊啦，就係咁啦。明嘅話我哋下次見啦。